最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页，解说甲正文第4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；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2节，就是解说甲前后经4日13度天机不得，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。即马应该呢，就是爱来煞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受乃思维，不如向龙下思着，将他互相看见，不入道好，即出礼拜因是受作。若道不堪，往向山中所连，受人礼拜，经受何道？即嘛应该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段道理。受乃思维，受就是来自新秀大师啦。讲新秀大师呢，就在心肝底安尼想，安怎样想呢？讲不如向龙下思着，就是讲我将这个机袂亲亲来交互祖师不如呢，就甲伊写在迄个走廊的所在，写在壁的所在。为什么讲甲伊写在壁的所在呢？下面有伊的理由，讲将他互相看见，不入道好，即出礼拜因是受作。讲我甲伊写在迄个走廊，因为迄个走廊是互相爱拄经过所在，写伫遐当然呢，随时都会当看到。所以若是互和尚看到了，伊若是甲讲，哎呀，这个字写得真好，伊若是有讲这个字写得真好，安尼我就出面，这个出就是出面啦，就向伊礼拜，甲伊顶礼啦。讲这就是我身受所做，也就是讲，当然和尚若讲这个字做了好，迄当时阵呢，我才来甲伊承认。若道不堪，往向山中所连，受人礼拜，经受何道？讲伊家长呢，以为讲这无好，这个不堪，这个堪就是堪用的意思。也就是在前面所讲的思量即不中用，就是这不中用啦。不堪也可以甲当作讲，你这也未堪你来接衣钵，也未堪你来领受第六代祖之位啦。这个堪也可以甲当作讲，就是堪领。就是讲你也阁未堪你，未堪你来接受衣钵。我讲较简单，就是讲无迄个资格来接受衣钵，无迄个资格咧要来做第六代祖。讲哪安尼呢？我就真枉费枉费这个时间来这个山中数年来受人礼拜。安尼我要搁再受啥物道咧？意思就是讲，既然我所做的机，若是无合格在我伫遐修行，也变成讲无意思了。这位新秀大师，伊是差不多50岁才出家。慧能大师来，也就是讲五祖命令因来做开悟期迄个时阵，新秀大师差不多是56、7岁。所以伫遮讲做在山中数年意思是讲在山中修行已经有5、6年的意思。事实上，这位新秀大师伊的学问真好，在还未来出家以前，
对儒学、对佛学，乃至对道学，都拢有相当的素养。所以伊来亲近五祖迄当时阵，五祖就赞叹讲东山法门啊，尽在伊手。意思是讲，我这个东山的法门啊，拢是在新秀大师的身上。因此呢，就请伊做上座，叫伊做教授师来领导下面的这道教。新秀大师伊心肝底呢，就在想，讲假如祖师以为讲我所做这个技，若是还阁无合格，安尼实是真正枉费我在这个山中修行这一年。不但是讲伫遮修行，搁再啊做教授师，互其他的这出家人伫咧甲礼拜，也互因礼拜遮尔诚久，身为教授师所做出来技阁无合格，安尼我修啥物行啦？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一边讲是夜三更，不属人知，自执定司机于南廊僻间，听心所见。是啊，就是讲黑暗，就是讲伊安尼已经啊经过4工，将迄个机做好，行来行去行13遍，根本呢毋敢将即个机摕互五祖。到个第4工，伊想到啦，讲我要摕回，不如我甲伊写伫遐，要互伊看到，若讲好，我才出来承认。要若讲毋满，我就点点莫讲就好啊咧。意思是安尼。所以迄一暗3更的时阵，拢无互人知。自己呢就摕着迄个灯，即个灯当然就是一般油灯啦，因为过去啊，并无咱现做是即个电火，咱现做是有电火，所以只要开关切的话，光影影。当其时毋是啊，当其时呢一定啊爱用过迄个手电啊火啊，那迄个手电啊火呢，佫毋是咱现做是即款的手电啊火啊，乃是啊将手寒咧内底若毋是点油，就是点蜡烛油迄类的物件。自己呢摕到迄个灯，因为真暗嘛，所以自己灯摕咧，就将即个字呢，甲伊写在迄个南屏走廊的壁的所在，就啊听心所见。即个听当作讲听现，就是讲将伊心所见的呢，甲伊啊听现出来，甲伊表明，甲伊公开出来。因为新秀大师到底伊心用功到啥物程度，你若是无写出来，当然无人知啦。必须伊形容在迄个笔墨，就是讲用文字写出来，人才会当知。所以写出来就是听伊心中所见。迄边讲记曰：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这是这位新秀大师所做的记。也若是慧能大师所做的记，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两个人的记呢，可以讲就是无共款。当然啦，若是讲新秀大师的记，甲慧能大师的记摕来比起来，这是慧能大师的记，伊的境界是深啦。伊的功夫已经到去啊，就是讲已经确确实实有悟到自性啦。毋过呢，这位新秀大师这个记，也是一手真正好的记。尤其是对现做是咱正伫咧修行中的人啊，这首记可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。安怎讲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讲这个身躯就是一个菩提树。菩提这是印度话，拿来甲伊翻译做咱中国的名叫做讲觉，或者是叫做讲道。这个菩提就是智慧啊。
所以咱每一个人的身躯呢，就是一个智慧的树啊，共款。也既然是一丛智慧的树啊，所以就会当好啊开花，会当好来结着这个菩提果。所以这个菩提树当然啦，非常的重要。咱呢，袂使哩啊，无甲伊尊重啊，袂使哩无甲伊爱惜。一边讲心如明镜台，讲咱人的心呢，就敢若像一个明镜台共款。心是真光的物件，这个心的光呢，敢若亲像迄个镜哦，真清气的镜共款。这两句话呢，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身躯就是菩提树。也就是讲，身躯啊，就是一个成就菩提伊的种子哦，成就菩提的因啦。因为树啊，就会开花的结果。同款的，有这个身躯，咱才会修行，才会当好成道。所以，咱有一句就在讲做照假修真。照假修真就是讲，这个身躯虽然是假体，因为咱这个身躯是由四大五蕴加和合，是一种的幻化不实的物件。虽然是幻化不实啦，却是伊的作用啊，真大。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会当好使咱来修行，会当好来成定正觉。所以，照这个假体来修真。咱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像讲一台车，这台车嘛是真正济零件甲伊组合起来物件。所以这台车讲起来无一个实体，只是这个零件的组合。这台车嘛是种加和合的物件。这台车虽然是讲加和合的物件，毋过一旦这台车甲伊组成起来啊。你即马汽油甲伊添落，也甲伊发动呢，这台车就会行，就会当好从出发点甲咱载到目的地去。比如讲，咱伫高雄要到台北，啊，你若是无利用车，就行路，那还得了？烦死啊！行几个月嘛，行袂到位。毋过你若是有这台车呢，尤其是现在是咱有高速路。伫高雄甲台北，若是走高速路，正常的速度差不多4点半钟至5点钟就到位。虽然是讲这台车是种假体，确实会当好互你利用。咱这个身躯是一个假体，但是咱这个身躯呢，你若会晓甲利用，利用对好的所在来，就是一丛菩提树。当然啦，在八大真解经来讲心是恶缘啊，行为罪数，就是讲这个心是罪恶的根源。这个身躯呢，就是自入这个罪业的所在。这就是讲将咱这个假体啊，甲伊恶用。你无要去拜佛，无要去念佛，无要去上经。你这个身躯呢，就是去做贼啦，去偷摕物件啦，去讲相拍冤家啦，去杀死人啦。那当然就变成一种罪数，就是讲自入这个罪业的所在。所以偏偏是一个身躯，虽然是假体，就是讲你会晓用，甲袂晓用。那会晓用呢，变成功德；袂晓用呢，就变成罪业。所以在唯识家讲起来，咱这个业报身啊，乃是一种的无记。则讲做因是善恶，果为无记。就是讲咱做着善恶业，感受着这个果报体，但是这个果报体本身啊，应该是一种的无记。无记就是讲非善为恶。哦，咱人这个身躯出世出来，也毋是属于善，也毋是恶，是咱大汉了，咱有行为。这个行为的表现啊，来判断你到底是善或者是恶。
咱大汉了，若是会晓学做好，来好好去求学，好好咧，会当好来将伊所学贡献于社会，贡献于国家。那对社会讲起来，你这人嘛是一个宝贝啊！假如讲会当利用这个身躯来发心出家修行，自己用功修行，搁再度众生，那这境界就是佛法的宝。假如讲你无要学做好，细汉仔你就会晓偷摕物件，就会晓要去甲人杀人，要再做这种种的不法的代志，那当然就变成罪恶。所以罪恶毋是罪恶啊，毋是身躯本身。乃是你这身躯所表现出来行为，所以对心是菩提树这句咧，咱爱来去好好体会。当其时呢，咱就爱会晓了解讲，人生是难得要得到这个人生并不简单。咱现在这个世间上要得到世间的物质这才是较容易啦。在过去物质生活较缺乏的时阵，要爱食，要爱穿，当然呢是较困难所以咱过去要得到一个物质也真正难，尤其是在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有真正一个所在物件拢真缺乏，食的物件也无，穿的物件也无。但现在是咱。只要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伊食资拢是非常的丰富，所以是无啥物款的难得。现在是难得是啥物？就是咱人这个身躯咱人这个生命，咱人这个身躯，咱人这个生命的难得毋是某一个所在人如此，可以讲无论啥物所在人拢是共款。不但是讲咱中国人。人生是难得，美国人共款伊的人生嘛是难得为什么因为咱人的这个生命，就是讲一生中只有这个生命而已在一生中是只有一条命，无第二条命。你这条命若无去，都乌爱在，都一切拢报销，一切拢乌有啦所以咱就爱利用这个真正难得的身躯，将这个身躯当作。就是一种的菩提树，在咱佛经、咱世尊有安尼来甲咱教训，就是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要拄到诸佛的出世，这才是非常的难可以讲就是难上加难。咱要做一个人，要来学佛，要来听佛法，这毋是简单的代志。既然是安尼呢，咱就爱好好来去修将这个身躯当作就是一张这个菩提树，就是讲这个身躯呢，就是修道的器具啦，来去好好去修行。这边讲心如明镜台，讲咱这个心敢若像一个迄个明镜台同款。这个心敢像这个明镜台，意思就是讲咱人的这个心本来呢，就是真正广大圆满、真正清净的物件，真正光的一个台这个镜。所以咱在前面有伫咧讲，咱众生有自性清净心，咱人的本性是一种的清净无染的。在咱的中国对于圣人的心的一种的赞叹。有伫咧讲做明镜之水，圣人的心，敢若像真正明的镜，敢若亲像真正恬静迄个水共款。镜若是拢无一点仔镜迄个垃圾，当然是看甲真清气。因为迄个水底下的水若是静静静拢无透风，无甲加叮当，迄个水真静。也拿呢，这个水面顶看起来面拢清清清，在迄个池仔内底，一支针都互你看得到。这就是表示讲，咱的心要静，当然就要有定有定，咱心才会当好静。
下面讲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讲即个心本来就是一种的清净的，但是呢，必须要时时来去甲伊勤拂拭，毋通互伊惹着尘埃。镜固然是一个明镜无毋对，但是即个明镜你甲伊放伫迄个所在，比如讲将即个镜甲伊挂起来，挂在壁遐。啊，外面的风飞沙若飞来呢，自迄个镜甲伊用垃圾去啦。啊，即个镜互风飞沙用垃圾，你若是讲无用过鸡毛秤甲伊切，无用过布仔甲伊搬清去，迄个镜呢就变成垃圾去咯。甲这共款的意思，咱众生的自性虽然是讲清净无染，毋过呢，确实有即个外面的烦恼会来染污着即个清净心。当然，即个无明烦恼呢，伊袂当好将伊即个无明烦恼无法度侵入甲你的心的内面，无法度侵入甲心的本体。就等于讲，镜的外面的垃圾只是藏在外面，掉在外面，并无讲迄个垃圾走入甲镜本体内底去。甲恁讲，迄个垃圾若是讲会钻入镜的本体内底去互你洗嘛洗袂清去，互你安怎拭嘛拭袂清去。因为伊垃圾是只有掉在外面，所以你将鸡毛秤甲伊称称咧，或者是将布仔甲伊拭咧，就拭清去咯。共款即个意思咱众生心中的这无明，这种种的烦恼，也是染污在咱的清净心的迄个外面。所以呢，咱就将咱这个清净心要保持回清净，就必须把这个烦恼给去掉。所以伫遮讲做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就是讲心虽然是一个真正光的迄个镜共款，毋过迄个镜呢，必须时时刻刻来甲伊拭落清去，毋通使迄个镜呢有卡着迄个垃圾。这是譬如咯，所讲就是讲，咱的心是真正清净，但是这个清净的心呢，却是时时刻刻爱甲伊拭落清去，毋通使这个心有一点仔烦恼的染污。这两句话对咱伫咧学习修行人，可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无论是讲坐禅，无论是讲念佛，事实上都拢是伫咧拭这个垃圾。咱伫咧拜佛，伫咧诵经，共款也是咧拭咱心中的这个垃圾，也都是时时勤拂拭，不使惹尘埃。咱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就这无明的烦恼，无始劫以来这个无明烦恼，你即马讲要甲伊断掉，即马就叫伊讲拢莫发生作用，这是一个真正无容易的代志。虽然是讲你毋莫发起烦恼，但是过去以来这个烦恼的种子随着经验会发起现行来。也发起现行呢，就是妄想纷飞烦恼一大堆。在这个心内要安怎样？咱或者是以坐禅来对治，或者是以念佛来对治，或者是以拜佛来对治，或者是以持咒来对治，或者是咱来诵经、看经来对治这个烦恼。这个对治的方法毋是讲烦恼去啦，你将这个烦恼甲伊控制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咱佛门中伫咧对治烦恼，乃是用过一种的疏导的方法。安怎讲做疏导的方法呢？我即马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一个囡仔，本来呢，伊伫咧爱一个佚佗物后来这个佚佗物呢，去互别个囡仔甲伊抢去，伊抢无着，都伫咧哭啦。迄阵大人呢讲，你免哭，你免哭，来，我这个互你这个比个过来较好。哇！即马看到这个佚佗物这个较奇卡咧，将拄则迄个佚佗物煞袂记哩哇！看到这个物件就欢喜，将都笑出来，都别个哭
迄是啥？都是一种诶心诶转移，就是将伊诶心诶给转移过来。所以咱对即个梦想烦恼是共款。当咱诶梦想、咱诶烦恼起迄个时阵呢，毋是甲伊制止掉，乃是将迄个心给转一个方向。本来伫咧打梦想，咱即话念佛，就将迄个妄念转入去正念来。转入去正念，只要你真正虔诚认真伫咧念佛迄个所在，当然啦，你诶迄个梦想烦恼就无去了。所以这是一种诶转化诶方法，并毋是一种控制方法。所以当咱有这梦想烦恼生起迄个时阵，咱无需要甲迄个梦想烦恼伫咧做对头。只要咱感觉讲有梦想，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赶紧咱来去佛前来去拜佛祖，或者是将经典拍开来去看经。只要将你的心甲伊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，梦想烦恼自然就无去。你若是要用个控制方法，讲你毋通甲起烦恼，毋通甲起梦想，也用个你的即个心要去来控制。有当时呢，愈控制即个梦想烦恼愈济。所以有人直接讲：“哎呀，我太愈修行，太梦想烦恼愈济啊！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。可能就是因为你一直要甲伊控制，在要甲伊控制迄个所在，变成讲梦想烦恼呢，就愈来愈济。这是咱伫咧学习修行的过程中所应该爱了解问题。这位新秀大师讲：心就是菩提树，心参像明镜台。对于这个心时时爱去甲伊切落清气，毋通有这个尘埃，毋通有这个烦恼。这对咱学习修行人讲起来是非常重要。注意听先听讲，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，即晚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